好，嚟到第5題，咁我就唔係用正常方法做啦，我就同你講，我其實可以用計數數機入邊嘅 complex mode 去做。咁所有嘅呢啲 x 我會打 i 嘅。咁我第一個啦，例如左手邊呢個就會寫8加括弧 i 減7 over 2再減9，出到嚟個答案呢，就會係負9 over 2，跟住呢就係加1 over 2個 x 大過0。咁跟住下一步呢，我哋就會撳負 tangent argument 啦，跟住之後就 answer 兩個括號再負一次方就出到係9。咁呢，因為呢個位本身係正，咁所以呢，箭嘴唔使調轉啦 ，x 大過9。同一時間用翻同一個方法，3i 加107除10減3減 i 出到嚟嘅結果呢，就會係77 over 10，然後呢，就係減7 over 10個 x 要細過0。咁跟住下一步呢，我哋都係撳翻嗰一個嘅方法啦。出到嚟嘅呢就係11，因為今次嚟講呢度係有負，所以個箭嘴要調轉 x 大過11。咁而跟住呢 and 嘅情況就要揀個範圍係細啲嗰個，咁範圍細啲嗰個就係佢。咁所以答案呢就係